我頭先靜落嘅感覺好好，即係即係有個感覺係，我覺得自己好幸福咯。係啊，好感恩因為我覺得自己由細到大好似都有好多好善良嘅人嚇，好多嘅愛喺我身邊，去扶持我一路去喺我嘅人生裏邊，所以好感恩，亦都希望自己可以將呢份愛同埋我所獲得嘅呢個力量去分享俾我身邊好多嘅人。首先係我意識到靜落嚟嘅重要性，同埋靜落嚟對我身心嘅呢個健康嘅幫助，所以我就覺得呢個練習好重要，比其他所有嘢更加重要。因為我每日可能係花少少時間練習，我已經可以改善我生活嘅品質。